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1回。他是日不下我的来海棠去，赶在我改中一个来当家做听，实在当人让精神光啊！等下这个十六家家们来让顾客水，因人手蛮好啊，那就改中之后，按这个当八后一下我不能海内，海内们也不人工，脑内皮呀雨水我人，所以也经发啥嘛。当头之力吧！啊，哪帮的这位姐姐，请过来陪来。金龙啊！是啊。李飞，也请追过来，马上想要旁边一来。来了一口嘛，我口口总归不少，我不知呢。姐姐小的雨来了。这个家伙让你为你在。哎呀，这个人咋呀呀出来？而且这个我的面孔那个粉嘛头得太多的，故个这样，他忙的是我的胃里怎么噼里啪啦这个老些质感出来？哎呀呀，姐姐，请别请别，还有见我最大。哎呦，你哪是干个叫啊？别讲这妹子过来，怎么来在那里都刚刚的？那我来自来谁叫我？哎呀，那是搞你不得噻！哎呀，谁老我来这个这些字啊？哎呀，姐姐，为是不要讲的好啊！这晚来讲关系了，你讲这一段，你我马上就追呢。嗯，是。你讲呀？姐姐听了。啊！姐姐生来，谁怎么家就？哎呦，没家就最好喂！可惜了。啥可惜家？有你里上秘密处。哦哟，母子嘛母子，我瞧你上比较粗。一言脾气，风后头，我出清清。切莫心花哟！啊，这我春一生个蛮费大忽悠的去。对呀、这些我是不想这么难讲。你呀，听话有极大的危险。危险个？为啥个危险叫？看如那后风背对来杏花洲啊，我也伸出了风口。向你礼上走，我要你快出开来礼哇！姐姐，请别请别！哎呦，我识得啦，已经追过去嘛，不晓得那当中的16家叫我识得嘞。对我兄弟妈妈，我等子半年了你在，方才我发领子不你，你那不理我问，再来，啊哈。哈哈！哎呦，原来也在，为哪么弄讲是吧？可是发也当头你在，但是哪怕对这位姐姐，这个老姨妈的心带来对的呀。那老姨那啥样？哦，你还没搞起在，这个屋头介绍分追追。你让我听你们追过来，马正想要旁边一来，老一口好啊！哎，那么人工的，我啊，我的好的，姐姐小弟风也了。我倒是中意呢，对文定定好，刚刚实实。请问姐姐，你今年几岁了？我特文是吧？湖南卫跟大呀啊！18岁，哪里生呐？哦，那地皮里绑出来的。
哦，此地神，啥弄这个恶字来的？请问弟弟叫什么芳名？怎么我的还是恶字呢？不是恶字，杀了不开口，做娘面孔没别出，深度来得个三个红不头。现在人挂了门，我叫啥名字？那不能不晓得呀。像我的名字叫牛来，虽说我大里做水师，说起来我名字么哪叫牛来。你代表龙错，说起来可是叫发水龙早发水出来。随手里发龙错，晓得。倘若我高不之里，将来我的毛病总要发出来的呀，发出来这里要有个呀。你说起来，你这地上地发发，这地你发出来，我打算变来个哇。所以我的想这个，让我的毛病啊，飞来发不里看看看。倘若你欢喜我面孔标志，不一比我红不头个，那么就告知不理。所以杀上头的对阵这个当不好。哦哟，要发扬的风病啊！做什么？哎呦！呀！姐姐真是可惜了啊！你生的美容，就两窍不通，谁两窍能通？我与你神龙跨凤。亲笔，那个我专门听出来呀！实在李老师我晓得不人工给你来害我做啥人？哎，当然，你看嘛，有一种我的不得了，才是8分第一字，标志才是装饰出来的呀。都是没分。什么两位吹响叮叮标志的吧？一条真能接红完，带我来看看你那想不出个原因，为什么是我了？记不出我心中意，不明思想大清，但那你想不出思想会分出来。那行一来嘛，让你可以明白呢。我那是我的皮呀，一家发皮的，还会看各位呀。那当然，一手扶一女，急呀，一时气口奋斗。想你为什么随手双眉？你为用不继续要回？想你身上小人看你不啊？
我落到举下来，有礼跪下，便相依，相人不要记羞了。好，这样给的好文，为了后日不要记羞压为了。此际另外的弟弟，好比花中，有的是欲香浮色，有的是欲色浮香。哦哟，姥姥一听这两句话，对东儿看看啊，你太足够文，你太娇了，太彪了，什么呢？是我府里石岗县屋里当中，好比花当中，欲香浮色，欲色浮香，欲知颜色不香蜜，欲知香蜜不花不颜色，是的欲香欲色嘛，是的不来。哦，还是我府里像个屋里上谁不灵，怎么大家慢慢的，什么花欲香浮色，什么花欲色浮香，而且讲，是让连你总也明白了，并相依。起身红颜一枝帆，李大开花一品山，眼里口气不风云，金珠一场你对玩，若没走飞回山，哎呀飞去梦悲玩，那对火这个火中之王呀，平常的就不像呀。黑丹花飞分色，口痕玉色秋风香。姥姥一听，嗨，太足够分了。你做个种火当中。与之相门不颜色，与之颜色不香，总怪不灵嘞。每到我府里向谁不灵机呀？黑是我女儿生年，我父心经常。不神，我看那旁边都是实话嘛。我看看嘛，谁不说了那边之外，也没大我不有问啊。难道是谁实上富有人？这些不有问，这种我的不服气，高远不服，不服的压贵，一不服我
梅花等那春等待他的花心。哈，后来门一上过高我的昂在死了。假使过高不是分离了再说出来，这个被我的才死个人，我搞得个被我的进去。怎么呢？我大字动儿到我事情，但就放一个出来啊！与他的尾放一个两下大力呢动身啊！我在打手水放，不让那里顾到扬州放，不让顾到绍兴，一个倒是出门门子都西什么样子个刀啊出来嘛？倒不如大力气放这个出来，好吧？与他草芥一生，个东儿给接我东啊人，我大。门上过大不家不饶我的谁，而今一种比喻，后人几几回。我高被火明白一个，哎呀，为兵相邀，来我的该死啊！你们谁出来在房厅廊上思想妹子为分出来？房厅上思想比人相为，是给哈哈哈！对我看看，我有那个小文领的啊，那里一个吃好好。吃给来把们王胖给来表吃，连吃对象给来，思想分出来了，你让病人吧。哎呀，思想当中给一个我没明白，是俺的这个不中规个不合适，哪我晓得是吧？我起来，我就明白了。这真的明白了。道人相依，生意里在帮着。吴家母快到房天，属思想为必来进攻。另一种比喻往离避而去，傲视真真。个被我的谁听起来了？也属思想，怎么打呢？不办法子啊！咱进去到那边第一个，哦哟，我小怎么就不给？哒，一个霹雳奔进来吧，啪嗒！哦哟，面孔都来着，面孔那么的多嘞。放在里火装成光弄个分手的把枪顶着那一块，火热了面孔了。姑子们，哎呀，都来你这最进去，一个包的想法，人工么进去吧？大家嘛，你想进去么？加上为一个包的啊，肚皮里下的也有点好食的，没资格。啥家没知道你妹妹家进去，你也不是够了，一红么就来，一个么就走，想要说啥家？啊，呀你来没来？呀你去不去？两个搞不来外地你立定妹妹家有几个人，大家你心底，大家立定么加上一生为3人一个，说你3人一个，你们要一定要信噶。两个搞不来外地你啊，外地你们你爱我对付过搞不家里注意想要，是注意的啥个话呢？想要得宠啊！我兄弟是给到红啊，动儿当中一把钉啊，一把铜钉来，是吧？那么方人们弄个姐妹啊，只要懂一个个皮，狗血啊，跟后代啊弄一皮，要弄一3人一个人，一塌把子来皮，要皮得对，你进去；皮得不对，你不进去。哎，说为一张，说些你不肯皮的，说么你晓得。想要呼吸你个3人好了，跟我做些事，啥个事呢？
奏一首花名诗。花名诗嘛，家里奏不句，不句诗当中要拿你32个乐队的名字来报来。然后做现在的奏得出来，你把骡子上在把点名字进去，奏不出来，你拍水好好的写进去。这起来望空啊，望空想要呼吸呢，室内谁人和你家那种诗啊奏不出，太太那个对，一商量是好不到高里来让32个不罪呀，我搞不过来。哎呀，没知道啊！我干妈妈想要么贵真的啊，各有几个毛少的去各时期嘛。那么艺人们都要理想风听浪下去，要是说思想没指出来噻。我干妈妈，你妹妹姐姐，那你俩菜我也跟你讲讲了。啥给我那个说课。还可以比当着玩，那要你来么就来，要你去么就去啊！哎，不错哇！现在辰光你去注意想要，为啥我兄弟？因为想要么欢喜你，你长只么为食四个么说得出我个得了哇！对，你给打的嘛为32个人那里啊，这里我你一个一个在批走来，批得对么罪，批得不对么你不罪给。不要再想要红包给谁人干嘛？徐生啊，哎，那么违章呢？违章上去，这批么什啊？哎，你我问下呀，到边里向分在还得不得了？你要叫你做首诗，做首诗，做首花名诗，花名诗。那你32个人的名字啊，谁要报了书里，要做不句，谁要报进去给啊？做得对没进去下来啊？你去注意呢？啊，是，那想要这一下。哎，是一啥？哎呀，现在辈子中了孩子。想我还不是个么子，我没好放在这里做美人啊！我个官农搞不你们没好么事，起码是一个什么？哦哟，说得我个官农面孔黑得大毛鼻子这样，人家才1公分，我搞不好我死了呀！为兵相要，一种妹子都不肯进去啊，为10个人10个多。这个，哎呦，被我对他厉害了啊！一想批也不灵个，一个一个批手上，这我做首诗，做不句诗，我32个名字报了还嘛，我了一动脑筋，哎呦，不来的，不好怎么样？你想不句诗当中我32个我这个名字报了还不好走。干嘛都大家低低我个斤两，你谁人好？我来问问你，可2位走。我这花名是空能言非？这个，哎呀，当不好的来看看你闷得什么语气的着呢？那好走的，你是再想个什么的了？你哪门弄了？这谁是难走啊？不句诗弄30个名字报了还没随便哪法走？这假使我在围篱上想要个不好走，你想要晓得哎？我晓得被我的泼水好好的写进去单位去啊，意思啊，走啊走不出。今这么随便拿王帮过啊，帮一些事出来。哎，对了，那哥哥就应该嘛，你立马又是眼睛一戴，高台里头压的微波以后，一个一个滚进去嘛，好得你都打来不行。来问我们这样子呀，用下，当然够来，那不高不是你罗抓火面的，这够来。啊，李伟姐姐，这2个乐队是后退的，上去讲。哦哟，没等少年的讲，高人高义教了美女，少年的讲接着都当成药干，杀鸡，你母的杀鸡子了啊！这单上我来啊，可是讲相的，樱花名诗一首，走得出。走不出那别以上的事啊！没得这不句诗，这不你听听可？请问李姐姐，那这是花名诗，可能给低
大可能够借用费。看来我对不懂噻，不晓得个随便的地带了家用，叫得我的名字报来听得出来。对是对的嘞。当然你也听了，格来大的我对昂来的，我还别听好的。教室里都回答我一句说起来，啥个地带了家用用不啥个不能给家用，不能给地带的，叫得不句都别你走出来。高些辰光是觉得听得出你个名字还可以走的，为文史朗向可以还家用我来插头我来，还地带你地方不句我活16句了，那听听就是不句了。比方一句，这个一句起一句子啊，你下来句子当中长2个名字，拿这个一句这个地带你上去。地带你上去也可以加用2个名字，那么一句当中长4个名字，不句4不30你了，已经收下来的，可以走个啊，是个么是看啊？到里来了，我看你到个名字，来了我们大家答应一声，那有个在进去的呀，这个咱后面的一个名字黑嘛，来了我这个答应一声，哦。当然一口嘛，咱讲个32个，立刻几笔嘛，这咱后面得干不够高，按说已经说不着吧？什么的一口就晓得个，多少人啊，从谁字啊，叫一目能够10行，这居然叫18字，这个真正实在是脑筋好，记忆力好。你真正上个一目能够10行，一张眼睛嘛要看10行的了一了，跟2张眼睛看你一样，干了以来看起报来是，可是真正一些话哈，干了一张家房子把我到去，光干在看我这一套，这个大家18岁，高些人光当人一想口一走啊，定向一乡人能人，哦。我也走了，怎样人是为文史上可以借用的好啊？对，为文史上下去家用嘛可以哈，李为你，李为弟弟，上天听了，你怎么样？那。红在起，那是啥么子？火吃了手机啊？火吃手机红在起，个是高了海几个字，火吃手机嘛2个名字哇？火吃手机啊2名。对关啊，花枝手机红在起，起在红机手指花。花枝手机借用谁用啊？可以借用的呀。哎呀，阿舅啊，4个名字了还管？哎呀，一句当中4个名字的啦，哎呀，我句4不31万。哎，懂了，这当来不及在。绿叶金丝落上地。牙兵原不非财物，金香里的银香，你家里公布路下步，风路的吹声年轻，飞。穿银月花绿布，黑衣红绿10袍，定下一呀无缘了，也无缘家。啥么一句说第一句，每句第单就来念，地怕十里。
红衣雾里花月迎春杀四翠年生起的风东下路不风雨家你想里的影响真没吹飞的援兵呀依然落实今夜里骑在红旗手指花老一听哦啊那个谁人说是干个好好啊这个被斗名我的口跟多第五斤两也低出你我把低出出的斤两我把你们这边去呀的外包与我一勾关进去哎这样有别看你啊这样有这做两遍我两个少我现在是驴叫叫跟老我对一代老王真的想进去心里想那个我少二兄弟当我是他夫人啊你他口才不对我口呀所以谁对上去嘛美腾腾的让追过去给我的那家具子子啊妹子啊哎阿姐啊哎呦我是真正拿出来是个没开心呀哪来我现在我也是过个呀我们平时看吃古人呀哦这样你当年是面孔内口呀你以为出来不成功的呀哎呀有种人大家想成功有种人地长出来要成功的呀打对了亲家的地长成功不成功是想不是个内功历史高习惯侬你们当说你们可以还做凤娃娃哪是我可以做说来不及啊不是的啊对呀小刘娇娇听见的各种有心想好你内功真的的确呀我出来预备成功想想我对五兄弟们天地良心受得很随便耍个么子嘛谁也上不里去真正呀想要讨个三菜我靠子鱼了不里去的我平常就叫口里对我没喊过中间讲今这里黑我在但我成功夫妻不地着弄得个种那个强的就说心里想呢我们眼里要出来了眼里娃娃妹妹家忙真自个妄想啊追进去这里门上曲中妇女心上
我看你是笑眯眯的面孔，那是不高不单里想去收思想妹子出来，总归有一个要得你成功。想想我弄得过去辰光一场空。我是在中心处遇那个无双，我心里想个那个少年写的，阿娇妹子都为了将军之类呀，有就忙着忙里，登进来嘛房门，当一回过多一声，困那个床上响子，哗啦哗啦的哭哟，哭得隔壁房间个龙房了他没听见，现在放心了。这么十里迢迢么也哭得啥人光嘛不哭着呢？也当因地中取向。来让忽悠里上边当走亲啊，有一个小伙头来帮你个房门。十里迢迢阿妹二三弟呀开门，那么十里又进起来，开房门是啥事体？十里二三看我走亲，说我该中的啥人？是该中房厅上的取向。十里啊，气外对我去，哈，我不光好，该中取向。拿了我队当这个王，我王；李东儿当这个丁，东丁配我王，没哈啊！这个给别人们个随便上不行的，这个心里想呢，总归有点不大开心个。哎，当然不开心啊！一到门这一讲，你我17个日脚浪下，那么呢，这里叫开心着，心花开了，那。当八红金针一人拿着你的失落，地中取向当要是要死的，到这里新房里向向上第11岁老母家，我是当八红为取向3小旅的来，我来了门这一家让新房灭尽啊，晓得以后门谁知当应为取向3小旅的，到我府里向来给着第谁下死。那么府里统统在晓得着，我来那么再到手举起啊！府里下到李是我们这次当八红为取向啊，取向不是真好，十里啊晓得么开心哦。原来个我兄弟就是手举的火里的当八红一帮家牛风吕谁子啊！啥里呢？一帮家牛为这个取向啥里现实刚松啊！嘿，新牛到给打来种奴才。更是取向的福气比我好，最其中家女夫人，那么十里迢迢想，哎呦，你等了给他半年，小时光里当我刚刚实实的当我当美月和子，我还有点小福气嘞。你3个这半年够福气嘞，另外衣服退了呀。我又拿着以来啊，十里迢迢还有身高大个子，高子高你都在。一个数字打里10小，我这里叫进来你找面孔变得别吃的啦，越过越好。发多娘个屁！你哪来当我来讲讲啊？真是为一里多做，你想不来了。一条是登康越开门当了当表示啊，我在当包或者半夜过夫妻的来，恨得不得了啊！十里啊，叫原来牛不了当人太得起，还是太得起种高知无变法。也胡来了，欧都不想之后，人取下路，人当八红的女婿，为龙庭被媳妇张里的手指，那女婿龙接的相府里向，但某个当应出来嘛，具体啥人是岳武大人了，我的手指嘛，我一个实力还肯送给我啊，我来打得起。我来了啥呢？包括中路府里向个我的呀，啊，这里啥个呢？也要搞得起，也要做高处啊，说法。因为这里是个小菜的滋味实在好不够，好少数。是你哪晓得？我欢喜吃里下个小菜配胃口完。是你哪晓得呢？是那我个辰光啦，给大府里向做童儿个辰光，你当我身讲得对起没也好，到第一个烧个好小菜嘛，小辰光我先吃上。哎呦，到子女没先晓得啊！
我来了讲为什啊？一个戏来了啊！给你打得起。原来那个实力大得首岁嘛，当八后呼吸个贴身动儿，叫当心上不了当心走高些神人一对夫妻啊，就是故家里呢，你才对我哈啊，那么这样里多个。恭喜了实力我有哭得来，我其实实力来得个开心。当然，那非常不高晚上进去说，发现他比门北一个被动儿。哎，老弟啊，老兄，这我是光那不我说的啊，是哪一口我兄弟去后，高知道该。哎，交了标不是俺比阿娇妹子不理解一个少理想上一个是为废了。这是一定东西属思想出来的。是啊，你老进来的辰光也讲给不你听听，这样抢了东西交的了。我但不大晓得，我在讲给你听听看。市容里呢，去年，马上的旅客，西铺衣裳，却背后衣，人配得的面孔上的标，想要讨一件秘密香，等是力气神家，家里的生日希望是起来的请客，不要你偷师不想上车，金楼里面包厢说说，我来么花姐姐，要我们得得，两位是要么多的越多呢，三肉不肥他们举证啊，想要讨还是真本，一本在这，自从举我举送举等个，王师要一得出自两个题目，就是要做文章，接着是要对你心切，查理呢对做文章一会儿就不用猜个，是要上当想要口出一点高嘛，人本到密室文章。还是要是不规矩，啥里甚至不到爸爸爷爷，啥人不给你个责，今天做知识分子们一得，这这里到处要有，弄得想要去后什么，开子内当里为都讲，啥里给个干不中规干不要，现在么也是出四个特定好了，给中一个，当要中亲们来想，好嘛不好嘛，当然好嘛。哎，拿办法有点我说话，有办法，我搞不来这样的想法是叫多虑拉日里头发生惊奇的啥来是个？对个。哎，来，这俺不来是那么熟思想出来当的。刚才听到的。